你还给我！给不给你？给我！心情刚刚好，给我！爱的讯号。看个恐怖片，没屏住呼吸，心跳在剧烈，故作顺着弯腰，谁会被谁气得睡不着？阳光恰恰好，浪漫在围绕，云之间碰见，脚印有多远，空气就多甜，忍不住偷看你一眼，我爱上了你给的细节。叮当吧，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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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心底开花，要回答回答回答，我要比爱先勇敢的回答，你是我追随的步伐，只要有你在我都不怕。看见吗？滴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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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心底开花，要回答回答回答，我要比爱先说出真心话，你是我出发的童话。牵着手就把甜蜜解答。你凭什么偷看我手机，还上我微信？你知不知道这叫侵犯隐私？我可以按合约赔你。你到底删什么了？我都看到了，是你发的微信。你告诉我，到底删了什么？你就当我没发过。你发过来的微信就是我的，偷看别人手机就像是偷用别人牙刷一样。你要是再不说，我就偷偷用你的牙刷刷马桶。我误发了星云的商业机密。你要告诉我是顾氏集团的商业机密，我或许还行。星云动漫有什么机密的？都说了是机密，当然不能告诉你。星云和英奇谈合作，合作的细节连我一个代理助理都知道。就这保密等级，还有什么机密用得着您顾总半夜3更过来删微信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不会是半夜3更看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一不小心误发到我这儿来了吧？不是，别瞎说。你看，你看，脸红了，还说没有？唉，没想到平日里一本正经的顾总，私底下竟然是个老司机。打住！哎呀，没事儿，顾总。虽然您的人设在我这儿已经崩塌了，不过您放心，我是很专业的一方，只要赔款到位，我会好好帮你的。你干嘛？顾南征！顾南征！顾南征！